你在哭哦？无啦，迄切洋葱啊。哦，你这个老爸有够上班的，啊，你早间要到40只价呢，欢喜都袂付啊！你是在讲哭安怎？我上班。啊，听话呗啦。我的志愿就是当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。我会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有气质，请你以后说话温柔一点。惊着，较等带来收惊。食无车人去外口周围交通去。阿嬷开钱互你去读册吼，才个互你转来给阿嬷钱。说国语比较高级啊。陈嘉玲，她小学暗恋你。姓名啊。迄啦，另个跳来行来咧，啊！开新娘的名伊唔对呀。啊，敢会无承认陈嘉玲？啊？